国政府对美国因维吾尔问题进行的制裁宣布实施反制裁，禁止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的4名要员入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4名人员禁止进入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赵立坚表示，这些人在中国的资产也将被冻结。从即日起，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马恩扎、副主席特克尔、委员巴尔扎瓦、委员卡尔实施相应反制。该委员会曾建议拜登政府抵制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作为对中国严重践踏东突厥散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人宗教权利的回应。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政府将起诉3家本土公司以及10名公民，指控他们在没有获得国家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国出口巡航导弹，其中理由包括破坏国家安全、违反武器法、违反军备出口控制法以及洗钱等罪状。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指南，要求在美国证券市场进行交易的中国公司必须更多地披露他们可能给美国投资者带来的风险。该机构还表示，特殊目的的收购公司应披露其发起人或大多数高管是否位于中国，以及并购目标是否位于中国的相关信息。中国政府日前出台新规，严禁任何人在网络上传教、发布或转发任何讲经和讲道内容。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家网信办、公安局等5个部门制定的这项名为《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在网络上传教、展开宗教活动，不得直播或录播宗教仪式，不得在网上以宗教的名义开展捐募等等。冬季天然气需求强劲，网上主要供应国俄罗斯和消费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不断升温之下，欧洲天然气价格今天飙涨至前空新高。欧洲基准荷兰中心天然气价格飙升至每兆瓦 162.775 欧元，较昨天预涨 10%。世界上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多晶硅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东突厥斯坦。美国指责中国对那里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镇压，实施种族灭绝。据报道，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开始逐步将本国的电池板供应链从东突厥斯坦转移。这一转变决定是在美国加强调查该地区工厂强迫劳动以恐吓穆斯林维吾尔人的指控后做出的。这些指控遭到中国的强烈拒绝。